喺上世紀1984年 ，TMS 首次被應用喺人體嘅身上。呢種唔需要開腦而可以直接刺激到大腦入邊唔同區域嘅非侵入性刺激技術，為腦神經科學研究帶嚟咗一種好實用而相對地好少副作用嘅工具。轉眼間42年已經過去，究竟呢段時間 TMS 喺科學研究上有咩突破？喺唔同嘅腦神經科病人中帶嚟一啲乜嘢嘅實質效果？喺文獻上有咩證據支持到用定唔用呢種科技？呢種科技有咩優點同埋缺點？等我同大家慢慢分享。喺第一集，我會首先總結一下喺最新嘅醫學文獻方面 ，TMS 可以點樣應用到喺中風後嘅復康。首先係一份2023年嘅系統性文獻回顧，當中審視咗57份嘅臨床研究，涵蓋接近2600個中風病人。當中得出結論 ，TMS 嘅治療可以幫助到中風後嘅手部協調、整體認知功能、視覺空間能力、表達性言語功能方面嘅障礙。同樣係2023年。英國及愛爾蘭嘅跨大學中風工作組亦都出咗份全國臨床中風治療嘅指引，當中提到 TMS 有機會幫助到中風病人改善吞咽能力，雖然未將呢種治療正式納入佢哋嘅指引方面。最後喺2020年，一個跨歐洲大學、醫院同埋專科嘅醫學小組更新咗臨床 TMS 治療嘅指引，而指引入邊其中一個重要嘅結論就係一種特定頻率嘅 TMS 治療方式係有充分嘅證據證明喺中風後嘅神經痛同埋手部控制方面有確切嘅治療效果。所以從以上最新同埋大型嘅醫學文獻裏面，我哋可以睇到有越嚟越多高質素嘅研究，逐漸證明 TMS 喺唔同嘅中風後遺症方面可以帶嚟療效。